應該 start 了 now。啊，哇！新嘅 OBS so good，等我話紅景啫，唔係話紅景，不啦，話食啫。OK，諗啦諗 ，OK，OK，let's start 啦嚇，真係要冚嚟實成。start 到未啊？有啊未下來 live YouTube。等陣我 check 開咪。啊，應該是有啊。有啦。有啊 ，OK。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人到咗嚟收聽邊啲學健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咪講嘅話題是講同學，人聽到就係個人常學堂讀冊嘅幼稚班一年級到6年級，小學、中學，咩使講大學，咩使講。這禮拜介紹下我嘅特別嘉賓是莊生，這禮拜特別嘉賓呢，就是真久無來了，細漢10歲聽起了誒簡地龜，歡迎簡地龜。你冇掉嚇 ，there， 了個有老椒豆哥，sorry 我別記開嚟麥 ，OK 講過，地龜講過 ，good start，hello，hello，了地龜教我上個凳嘅喎，是我留嘢啦，我留佢嘢，了豆哥，大家好，了個有老椒地。唔是，即係安國中。Hello， 大家。了個有學比走嘢，困嘢。了個有，哎呀，嚇，個大媽你成朝咩嚇就應該教學檢查，學檢查。Hello，來。我叫佢了先學檢查歡迎。了 I think 嚇，人嘅校長應該是困嘅。一撈自己麥啲邊間嘅隻，一撈嘈嘢啊，喂可以嘈嘢啊，一自己麥，你叫佢請啦，我請話，了呢度啲 clubhouse 冇啲個，特別到啲入邊滿困起啊，本時困落邊嘅，本時冇啊。我 screenshot 咧，每一啲打落去啊，係啦，一困落股啊咯，唉對，然後 OK，然後兩個 clubhouse 入邊兩個聽到南西，成日正啊，然後南西啦，有話啦，有波減啲，然後個有好香歌，個有阿涵。Hello， 呀，大啲人愛玩 clubhouse， 大啲人是愛去嚟講本嘢啊。像 normal 玩 clubhouse 香港呢，是講 recording 呢，是講落起來先落嘅啦嚇。嚇，咁免派寫是錄音呢，嚇你係。對，就你看。自然我話嘅咧冇起嚟講。會使講啊，當時人講熟啊，未必係起來啊。然後未講嘅就是講背到有地本，特別啥使起來啊，使起來講學啊。其實超起來甲我講，了但係我要講嘅就是同學那對嚟有一個學比歡迎，了當佢我要講是同學咯，人有蝦米物件教人講同學嘅故事，成個你同學真好朋友啊，是蝦米物件可能嚟講嘅，就準備講開始。OK， 我 start。阿涵嚇。我係私人同學啊，係講我有對貓啊，對殘理啊有 phobia。陳羅陳理下對嚇。了我人細下我人啲小學嘅時就愛吸三巴啊。一下都嚇。無，我人是愛 duty 啦，逐個班有 duty 一禮拜愛吸三巴，嗰啲嚟學堂嘅三巴啦。了，伊人he just so happen to be 真係淡啊，因為落雨了啊。了，真係濟殘嚟咯。
然後伊人下就抾田裏來對喎，然後伊人係咪對？係咪抾來對？係咪是對是咩事？起嚟 snail up 嚟對查某都知哦。哦，OK，我實我一聽到呢班一句，安真係對，聽到呢班，安真係對咧。可波嚟，你嚟安尼款對人好歹啊。OK。了下我是穿地嘛，了伊人家了知我即刻嘛，伊人知我走第一把，你講痴漢，你一定要黏在你身上，我較動劍啊，我驚啊！了下有一擺我對來吼，甲我甲澳洲中對來去一個朋友一個 classmate 的 wedding 啦，伊人講，Hey, your husband's boyfriend, right? She's scared of snail because 我知，You all made her scared of snails. Yeah. 了了拜託啊！伊人袂記伊甲伊講都知哦。了我甲伊飲水嘅時候 ，Do you know she's scared of snails? Yeah. 我再 remind 伊都知哦，歹。我當然見到就係，這是小學還是中學？小學嘅事。哦，小學。like more than 20年前嘅物件，伊人個會記咯。對。你人咧，講。我聽到成個 echo 是住嘅。等下次是 echo。可能是我嘅電話，因為我用我嘅 cellphone。哦，你冇整 headphone 是啊？冇。你係新嘅電話，你 iPhone 係咪 model？我當叫用 Sony。Oh shit！ 未怪啦，有 echo。我聽到啊，有嘢，我聽到 echo。是，正規節嘛是安尼款，but anyways，我講了就算啦。你講了。了，我嘅厝擔晚啊，若是一落雨真啊濟慘咧，我這種講路邊出去啊，無希望看到嘅，不要緊。你有隻 escargot，I mean escargot 啦，你有隻 escargot。呀，特別我真啊驚，我看到伊會卡，我就驚啊，特別咧我會食嘅。哦。Sea snail 都看得起哦。啥冇事啊？Sony 就是你看到你，好用 iPhone 買 ，have 啊當然個 voice isolation。哇，阿 John。OK，伊 iPhone 就攝拍你啊。哦。Because 當你是 iOS 15嘛，iOS 15嘛，它你都係用 voice isolation，那都未聽到 echo，個未聽到邊樣大嘅聲，係咯。我等陣 this afternoon 我去 fix 啊。OK，感謝。阿伯往 band 到啲 clubhouse。所以應該 Sony 嘅。Sony 唔要緊啦，冇差唔多啲票啦，就好啦，冇 echo 就好啦。因為阿漢用 Android 你第一 band 人啊，你話真夠好啊。冇，我是伊聲冇好聽，你部聲冇好聽，我咪是 band 咯。然後我冇都嘛是用 iPhone。就是啊，特別你較靜啊。你有啊，那是你聲無好，我嘛 band 冇插你用 iPhone iTunes，我們是 band。但係播個 US 嚟拍啫。你播去啊，你係播去。特別伊用 iPhone 咧，伊嘅聲本無。伊本是只差，唔知咩水。本是真正差，係咪數啊？10幾年啊，真係哦。有陣時我播去靚拍伊較快。I think 當真啊，我把它花車背去，應該是較快過去。豆哥應該就俾毛到 Gaster 啊，豆哥。我關低意聲。冇喂。你係使 try 你係 activate 你 voice，I mean voice isolation。我冇用 Google Meet。我就係。你在用 voice isolation，特別OK，就係定是以環境嘅數啦，一隻 echo 數。OK，咪插伊啊，有時咱當會每看別人有蝦米個數咯，咪講人同學嘅個數，講小隻蝦米嘅關係嘅同學，本來就講你 broad 要 subject 嚟看一句。有人起來講啦 ，Clubhouse。這是十日拉贊。誒，有人來。Hello，歡迎。Hello，計估冇聽到啊？有人嘅 recording。嚇！等陣你就亂，你是到嗰邊呀？到嗰卡？等陣
聲吼。你 voice isolation ค่ะ你 iPhone 哦。是，我當佢。你 iOS 15啊，OK。當佢呢？少隻亂個。OK， 等陣亂講先，我調。當佢 OK 哦。你 voice isolation 開入未？你 swipe 你嘅 control panel 嘅。你 iOS 15哦。是。你 swipe down 嚇 control panel。是แล้วไอ้เต้แล้ว orange ตัวที่ติ้งมินนี่ mic mode 佢哋 mic mode 咯พอเดียวแต่ mic mode แล้วจู่ที่ skin voice isolation โอเคไหมโอเค啦當然聽到成個都冇聽到國口嘅聲跟住聽到啲聲呢你會講你當 OL 係咪嘅講係嗰啲當 OL 歌手你諗下何老師 blackmail 過哦？安怎 blackmail？ 先生 blackmail 你啊？安怎 blackmail？ 安怎個你當我 blackmail？ 佢係咪講嘅我等？講這個話題哦，因為當今個了 Me Too 嘛，講這你看你表。當然我是講當我喎，教當我有咩關係？關係嘅當我。冇啦，no just 話當我嘅 experience 啦。你當我 experience 你個你當我是 classmate 嘅意思。冇老師 blackmail 我。blackmail。當我，但邊面是當我咧？係啦，人講就當我。當我 classmate。當然你講啊，我俾聽你 blackmail 你係咪有俾聽？俾聽了咯。講。等陣跟阿 classmate 又好。不要緊，你使講你成王者啦，一搏講。你講啊，未聽啊？咁樣講。好啦，แล้ว so OK 我在當我咧下股真係濟人咪做 prefect 嘅嘛。OK 嚇。你當我可能咪做 prefect。咪做。嘟啊。咪做 prefect 咯嚇，แล้ว discipline master 咧。伊人就需要 prefect 嘛，so 就伊人本冇講愛去做成個招生，因為都冇用嘛，冇人愛做了都未招生，所以伊人招生係咩意思？咩係招生？招新人。去做新嘅人啊！招新人哦，招新人啊。所以แล้ว冇用嘛，冇人愛做招新人咯。recruit 意思啦 ，recruit 招新人。招新人。แล้ว當今咧，伊人留喺你 discipline master 嘅了，咪是一頭引人嚟做 prefect 咯。現在一頭 appoint 啦。一頭講 OK，我抽到你名，我寄一個 pay 過去給你。le class hamia guru tingkatan lah le primary teacher 是 primary principal 叫咩啊 form teacher form teacher so แล้วเลย form teacher 就跟你講咯OK 這裡 discipline master 係你做 prefect so 你去看有這樣嘅 so anyway 我係 class 有3個掉有一個其中一個是我咯，แล้ว我咧我同講，因為我人嘅 prefect 嘅是 categorized as pasukan beruniform 嘛，會記我這裡亂講。對。所以嗰時我是 St. John ambulance member，then 我就是有 pasukan beruniform 嘅嘛，所以我跟下你 teacher 講sorry 我當天 form 4，แล้ว我係 academics 唔是真正好，so 我係 next year SBM 我係 father 一真係 pressure 我係 father，like seriously，then 我講我未做 prefect because prefect 都未做下面啊，你干那做 teacher 鼓勵你咯，你搞去 ，like sorry 啦 ，like you know like teacher 叫你做下面，你唔係叫做下面咯了。徛了 duty 呢個人喺你別使。冇上我等啊，即係冇上誒是你 prefect 誒，只要哎呦，即我人等下，咁樣搶就會做 prefect 嘅，嗰啲 interview。是啦。你講。
actually 你應該是知我 from 下面我知，right？知。So 佢後我就 feel 到講，梗係嘟咯。誒，你講嘟啊？興嘟。中嘟中學。你是中嘟嚟嚇？啊，中嘟中。啊啦，我想冇另外中是一條對，一是嘟花。中嘟花。一是對嘟花對。了。了 ，OK， 了我 feel 到講 ，OK， 做 prefect 真就 waste time，我已經有把手間俾 uniform 咩嘛，所以我梗係你留，我梗係先生講，我講我已經是成咗 ambulance member for 4 years，ever since Form 1，我講我已經有。就係把手間俾 uniform 了，所以我冇想愛夾第二個把手間俾 uniform，because 也了我真係是這時間。And then you know like 把手間俾 uniform，如果係去 food drill， like 去 marching drill，and 個了係 training。我講我 always with St. John 呢 ，like I don't want to， 我咪 like go as a prefect 啦。了解後。即係超自敗咧，呢度，no， 我真正小伊當見聽到，即係先生，即係嗬，我剛講啊，即係，你 in case 你讀話，嚟朋友聽到嘛，真係裝咯，咁係咪讀啫名？對，呢條第2名，我這裡買讀，買讀，驚吧嚕，買驚，破喺坑頭嗬。哇！然後我同你講，伊這個先生咧，伊種物件無滴嘅，伊種物件愛。哇！伊去學光頭嚇，伊係光頭佬啊，做。呀，有可能伊可能成日時間搞。無滴做光頭。那是尷尬。冇啦，唔是講做惡啊，是係咪特別我 feel 到講伊隻橋係是唔是？一隻特別 cunning 嘅那冇 slide。伊 education 咧唔是我，嗱講我有驚啦，我冇可能安尼教我驚。OK 嚇，你講埋人真係冇辦法。所以我就計，我好好嘅講，上個答案我計亂講嘅咧，我好好嘅講，我有能力 ，if I join you prefect， 我有能力，แล้ว我真正係咪？แล้วว่า academics ก็บ่好所以ว่าไอ้都好計講埋啦嚇ว่า好計講就在伊教我講係咪伊講嗱講你無參 prefect 嘅話咧你我會 guarantee 你畢業嘅時你會 conduct 叫係咪啊哦定價你會你 tingkah laku咯你的超型呀tingkah laku 超型 conduct 好你排排啦講你 conduct 誒好未嘅掉 B minus 哦ไม่ก็อีอัดรู้อ่ะยังไงจะไปกับรู้จักแล้วลูกกับ你爸講喎我係爸我有教我 parents 講Actually 我 parents 咧嗬是 feel 就講我做 prefect 會較好特別我教我 parents 講我冇時間因為我 join St. John and 估了紅險 if 講你愛我做隻 prefect 嘅話我未毛病走嘛我就未接你家幫領達過然後我 feel 就講 St. John ambulance 咧是 first aid base 嘛你救人然後我本 join and 估了我 feel 就講我買棒起啦嚇然後個 prefect is like prefect 係咪你看啦 OK 嗱講當今聽到嘅人咧是教我上年嘅啦 prefect 嘅人你人當今教了幾大個看人家己隻嗱我是 prefect 哦no 唔是我係學堂嘅我係學堂我係年嘅做馬打當然做馬打so OK 咧嗬OK，我笑我呢做 prefect。我唔是愛講係咪？是講我 feel 要講真正無需要。然後我 parents 都冇講係咪？所以你日日就逼着做啊？是咯，就逼咯。
你就做咩工？做咩工？OK，so 我做嘅事，我講 OK，我家下你先生講我會做 prefect，特別我 Saturday training 嚟co-curriculum 嘅時，我是去 St. John 嘅，我冇可能嚟 prefect，因為我講 a little bit too late for 我啦，想換 because 我路人 prefect 嘅 culture 我唔捌，我講我對這個假如講拜一個拜五做到 UD 呢，我拜六 training 是去 St. John 嘅。誒講OK，安尼咯，so 就是伊人需要人來 run 伊人 errands 嘛，做 duty，所以 anyway，你就 train 做馬達咯，冇啦，大浪姐 ，so 做下面咧徛啲凳架位咯，徛啲樓梯位講你這袂使去，個囡仔。แล้วหลังเจ้าสิก็不可以跑袂使走啥傻閪呢แล้ว佢又做馬達呢對啊係咯แล้ว佢冇 point 啦我淨係 sorry 嚟我真係冇看到 the point of being prefect sorry so anyway 我就 feel 到講這裡teacher, discipline master 教嘅款呢 is like 真正good cat yeah like 即係袂使你做一個 discipline master 話你袂使教你學生嘅款你袂使做你嘅你袂使講 blackmail 你嘅學生嚟做你物件嘅款咯所以我還是咧我做 prefect 本是冇 all 冇 bad 就是灰色嘅咯 like I spot check 嘅時我琴日走去話冇 spot check 嘅時啊，我琴日走去我嘅 class 有我甲人講spot check 你係物件甲了夾嚟，แล้ว夾去了學嘅啲安迪講安迪你雲吞麵好食我嚟甲我鬥燒食。嗱，講住仲我仲我，我嘛，我對我係啦，我對我咯，老師愛甲我甲你安尼咯，แล้ว佢後。อันนี้แล้ว乖做1年半แล้ว到畢業啊？畢業แล้วโอเค咯你對情無相晒啊？冇啊，我情嘅了白啊白殼白官啊咩白殼白衫白殼白官白殼白衫都會拍帶哦他那會點聲三百八讚你袂曉甲你老師講你若是做好我 prefect 呢，我講我大人聽，你要幫我嘅爛。袂使，甲了人見係老師，我你講嘅話，冇袂使個 another thing 是袂使，就是咱袂使用安尼method 來做，安尼變做正實，有人正掉無來，實時講嘅時候冇相信了。我個一個告訴你知我掉無來死。你學你先生無來啥？還是你當我？冇先生。對，唔掉 topic 啦，人講當我是白刀個講，白刀講。先生有笑，係那係先生有笑就一間。我講當學是當學應該點你講下你讀冊點先是當學，安怎你讀無上學當？我係當學，我真係前個係當學，教佢他人本是 in touch 你知無？得住會當學。我是去我form one，所以你是到底11去12去啦，有一間是 primary school。教佢睇下我捌伊，特別伊我冇講我甲伊個真係久啦，特別我 form 1、form 2嘅朋友個了，我 in touch 過，大概禮拜本是有 email 啦時候，我呀，有 WhatsApp 哈，伊人住喺 Sydney，都住好耐嘅搬去 Sydney，我來去英國是我 form 2。半隊 form 2未了 form 2是我來這邊所以伊人呢大教家 form 3有 exam 咩啊？有對 SRP 伊人做 SRP 了有個一個是 form 5是冇？對 SPM 所以伊人耐做教家 form 5所以你 form 幾時走？你 form 1呢 after form 1就走 form 2我 halfway through form 2 I see 未了時我就
搬去英國。了，伊人兩人呢，一個是一個會嗲捌我會嗲是做 engineer 做工學一個愛，了個一個會嗲是福建話 judge 是叫啥物？法官。法官哈，伊是做法官。玻璃珠啊，哎呀對，玻璃珠啊，玻璃珠對，玻璃珠玻璃珠，玻璃珠嘅 traditional 玻璃啊，玻璃珠。唔是 glass，唔是glass 玻璃保護嘅保。哦，玻璃。你是利啊？哦 benefit 成個你 rights 啦 rights 啦你 rights 普及嘛 rights 玻璃珠啊呀所以就係對玻璃珠條嘅做緊啲伊是玻璃珠แล้วน้อย做到個 form 5แล้วน้อย伊人嘅爸爸嘅人去澳洲嘅食片咧上人去澳洲，去澳洲啦，所以人去大澳是去澳洲啦。所以人 keep in touch，แล้ว人本是ตัวเขาหน่อยที่ซิดนีย์so 人แล้วso ว่ากับ人ว่าบัด人กับ真係親啊，所以แล้ว人嘅電擺人嘅學堂嘅小英人會看到人稍稍人本是做 prefect， 所以會看到人嘅小英啊 ，so 我 still in touch with them 嘅，so แล้ว個一個我有一個好笑嘅故事，一個呢是伊較肥淡薄，我人去學堂是伊較肥淡薄，แล้ว個一個呢是瓜巴驚真正高嘅，無咧真正高嘅。Okay, so 玻璃一隻狗嘅我叫佢 P， แล้ว較肥淡薄嘅時候我叫佢 K，OK？ So K 是我叫當時我想 K， 下嚟點先我就注意淡薄是 K 是淡薄嘅啊，係咪我唔係啦？特別我下嚟點先，你安尼借行咧，你別冇講笑嚇，冇笑得借，關你意思啦。所以我12歲呢，แล้ว有到啊人做 prefect duty 是人去接去 prefect 嘅房間，人我家己一人甲 K 事啊，伊愛幫我係爛嘅哦，做主僕出，伊愛幫我係爛，所以我你我都冇查你看你物件啊，你都冇 face 我本是愛你看你物件嘛，แล้ว伊頭先幫我啦，特別伊幫我幫伊係爛喎，特別伊幫我係爛，伊幫我幫伊係爛嘅喎。Okay, so and then that's all. 冇蝦米了 ，it's nothing elaborate and then 真正簡單嘅。係12歲，睇到嗰時。Okay, so look fast forward 幾年啊？40幾年。Okay, fast forward 40幾年。第時我聽到啊，幾講我聽，伊要教英哦。Okay, so 我講 OK，個雜寶教英。Congratulations， 我蝦米。因為我講我個 B 嘅時候，我另外去講我個 B。我講個 B 啊，哎呀，真正嚟攞出嚟企俾教型啊！and then 依度人教咗病歲嘛嚇，人教咗病歲，所以講就幾歲啊？依教個了我係 B 啊，我係朋友 B 啊，依教已攞到了 ，OK？ 依教已一刀了，個 divorce 個教應個一刀了。所以我講個伊，你冇想嚟攞出嚟企俾 and then 老了個俾無條啲俾。要教英就，但係我就點想㗎啦？我想講伊是 gay 嘛，特別เรา冇 discuss 咯，你識咯冇 discuss 啊，你借你嚟。比講，都是冇啦。แล้ว比講，比講伊 ，maybe 是白。就伊是 gay，特別伊貴點聲伊無 accept， 伊無 come out 啦。哦，是。แล้ว我講。哎呀，錯啦！所以我冇講好住你 P 聽。你知冇人寫係咪先？你 fact 唔是？我可以幫我係爛，你知冇？แล้ว P 講，你唔知啊？一幾班嘅人係爛一幫住了啦。
How am I supposed to feel 啊？我想講我是伊嘅 special 嘅 boy 啊，意思我是唔是 special 啊？我是啊 one of many 啊 ，one of many 啊。你有冇講伊有幫你爛冇？你講好啦，入邊啲 prefect 嘅 room 咯。啊！試鬼！我叫播咁啲，你會講咩播咁啲？冇，伊人嘅咧，我哋講嘅可以撈掉呢個。誒特別冇啦，這是應該當時嘅基本上。誒，你食咩絲瓜？你食咩絲瓜？我冇近過，我就絲瓜。自己冇近過。我跟你說，安尼作數咧，伊就叫。我啦，你笑咧。我幫特別伊幫特別啦。because maybe 自己淡薄 phobia 數，所以伊咪當係咪就是講啊 ，Ben 就是講 I thought the topic is 當歐 the vegetable。係咪 the vegetable 係咩數？我唔明白。菜。當歐 the vegetable。當瓜。當歐嘅菜。當歐嘅菜，哦。當歐嘅菜，意思。我想當歐，你成個當歐，咱嚼螺嘅時間嚟用嘅當歐。係你讀。哦，當歐是係咩菜？特別 I thought 我寫當歐嘛，我寫 OH 唔是咩？你 topic 是 OH 哦。A little bit like watercress 呢，是唔是？嚇，呢是 chrysanthemum actually 當好啦，當好。當博士不用嘅。我諗叫當歐啊，我叫當歐。是叫當歐咩？當歐嚇，咱食。你唔別講當歐，小歐嘅當歐，還是中歐嘅當歐，嚇，會使參門。歐嘅嘢。會使讀咩？但係 before 你講嘅就當歐咧，我咪講當歐上學等嘅當啊，然後學等嘅學咧，就是 spell 是 OH 嘅歐，但是講當歐是歐呢，就 spelling 冇相嚇。OK，來講到啲你大歐嘅當歐。我大歐呢是90年，94，我到馬來西亞第一，我去泰國嘅大歐去讀。哦，丁明兵。所以你成丁明兵。YouTube M。所以你試啊，對。咁我是 YouTube M。第一年是第二年 open 呢。哦，把你所以並為是哈，只包個開呢，所以一年有路啦，所以並唔是干那人大呢啦，本是有真大啦。哦，喲。所以我一直做呢，所以我甲我誒，伊唔是只我當我，特別應該是上一個大學讀啦吼，伊我誒本是我誒 roommate 咯，所以伊比我大一歲。แล้วว่าสิอีสิเตอีนี่อีเตยีนี้ว่าเตอีนี้แล้วนี่ก็กูอยากกูจะกูเลยปังเก่งปุ่นสิกูจะเลยสั่งปุ่นหนังroom จะปุ่นสิสั่งเตยีนี้ก็เตอีนี้所以我人是真啱嘅咯你有等你 chat room 有到啲YouTube chat room 講 University Ulu Malaysia UUM 即係真係Ulu 搞個安裝 Ulu 呢我就講你是我是頭一年接去咧大學位我人是冇電視機冇 radio 愛等你補助嚇你補助是一個都成講一個 college complex 啦嗬干那一分了就公司對啊然後呢出去這個 campus 啊是 OK 是真係 self-sufficient 嘅我愛物件冇出去這個每年呢干那成個是 jungle 來10 km 10 kilometer 冇半行第一件嘅甘榜是10 km 後多去叫做長倫嘅位哦哈第一件嘅是長倫我人佢說你是我個我係 roommate 只一人啊個 roommate 別啱樣哦這是樣 assign 唔是啷個幾經嘅對嚇但係我個我係roommate 呢是真樣啱嘅我是樣啱 because 我 roommate 呢是大是一波來嘅sungai siput來嘅我是Penang咯所以我是即係有啲人講啊，即係 stereotype 啦嗬。你講一般嘅查某嚇，真係水嘅嘛，女仔。哦，所以隔了是愛等大波嚟踩。嚟我 roommate 也是真呀 best。
伊真正跟我跟我老曲真正我人拍扁。哇！要去学堂的时，伊有一顶摩托拜，我本一顶摩托拜。那时吼，真少听到一波的查某会行摩托拜。哦，讲嗰個叔叔本本咧，可能小姐嚇。對，所以我早起呢，那時我要去讀冊呢，我個被this is a special thing about 我 put on makeup， 穿水水，然後呢，坐我人嘅Honda架。叫得。對，所以那時呢，然後 because 本時我捌一平時本捌個人鋪嘅搭波so boyfriend 呢嚇，然後就個人鋪嘅樣未曉學摩托拜，所以我人呢就是 the two girls in the whole campus 是我人載我人嘅 boyfriend 出去長輪嘅，every weekend will be the top one, the big one, the big one. So and then why 房間攞橋，嗰個間嗰隻攞橋，嗰隻間啊，我 very close to very 啱起咯，白白。So 講我no 啦。UUM 啊，ULU 嘛，所以唔夾本未做，所以咩家姐我唔是只有讀冊。但所以成績真好啦 ，because 冇做物件，所以讀個咩我家姐是讀到1、2點嘅呢，有讀冊一定是讀冊，唔是去講話，因為冇行 radio 本冇通看 ，radio 本冇 distraction 啦，嗰陣時讀冊嘅。對，冇 distraction， 有呢是講到 boyfriend 呢，都個 boyfriend 啦，做咩我唔知啦嚇。So 在看哇 ，so usually 我讀到10點幾11點啦，哦。supper time， 哦，知啊，幾點嘛嚇，知啊，然後 supper time， 喺度自己煮啊？對，我喺房間咧，佢有一個 rice cooker， 隔壁房間有一個 rice cooker，OK， 來咱今日是這間房間煮，走嚟這房間，慢慢煮飯，這個會煮飯咯，然後煎那咩啊，午餐肉叫 lunch meat 嚇 ，spam 啊，lunch meat。然後就我邊我是袂使煮白係嘛？哦，對。袂使煮，講好時啊，袂使。然後冚係薄冚。然後就會 smuggle 你lunch meat 接啊 ？smuggle 對，誒掠掉嗬。從講起之後，又冇關會。I mean it's not illegal， 特別呢，伊冇 encourage。唔見喏不過掠掉都個被掉 penalty， 如果睇掉 non halal 你唔見住。都是years ago 啊，都mean 冇多人未曉講面 human rights 上面唔見。So that was a nice。有當然呢個教你當我 keep in touch 啊。Yeah. After that, one very still 真係 close, but yeah, a little bit sad 啦，就真係激心事這樣啊。因為because 愈來愈無相嘅ideology 嚇，所以變咗我是I am proud to say 啦，我是 DAP 嘅人啦。So politically political 無相，變咗有一幫嘅是，嗰陣有一幫是幾年前4-5年前是咱人嘅 political 嘅是類似真正這邊嘅是邊冇咩 stable 嘅是嚇，所以嚇冇咩好所類似嗰一邊個 still very very strong 嘛，所以變咗真係通口講話咯。tapi maybe hopefully lah one day reconcile 對對 because that's why 做咩事啦？邊啲學見我特別，但係咪咁講咧？邊啲學見是政治冇講事，我感覺到，人講政治往時會傷到人嘅感情。So in the end, I will because I mean actually 政治，都I講起來I mean 物件本有參到政治嘅物件。經濟本I有講到政治，你講到。學堂啊，咩物件 education 本是愛有講到政治嘅，特別呢，若是講你要逐項要來point the finger 是講是即個
當是唔好，還是你當唔好？但係你阿咩物件本愛嚟也整體嚟講嗬，真係同科咯嚇。So in the end，我自己 decide，我自己 pull up from the relationship 咯。我咪รู้啊你後尾入邊真有一頭佢接來係咩？你會啊？我嗱你是我係 dining room 嘅會啦。我看了成個你一頭糖啊就住嚟啦。我講如果這個另外一間是成個大媽你整地龜你看。咩水啊？隻水你們插伊？安尼啱咩？你樓梯我看到啦，你樓梯後尾入邊你看了成一頭，你看你人看個水呢？各位別人就是要講樣個寫一人嘅同學嘅故事啫。喏，係咪特別朋友同學個識親無親人看？我成日話每路人白路 continue 掉 keep in touch 嘅朋友啦，like 白路個 continue 啦，是讓小學嘅同學咧，還是中學，還是大學？如果我真係奇怪，我小學我有真正 friend 嘅朋友，但係其他中學咧，都冇參與啊，也冇上班。Good question。แล้ว中學參嘅 OK，very good，very happy。我哋馬路個 continue in touch。and then 大學我冇捌到真正 friend，白白食杯，แล้ว all the time 參 together 嘅，แล้ว and then but then very sad 啦，馬路冇in touch 嘅。每個人諗下，即係 good question 啦。每個特人講，看路人朋友，我講成日攏想笨笨，你肯定想講，我看博咁啲嘅，男細妹每日講，我講我呢，我本身呢就是我有啲班個朋友個小學個朋友，中學本個朋友當今有參過，大學本個朋友參過，所以個了不有咯。我 standard one 啲朋友都參。我是小學讀了兩間，我中學本讀了兩間，所以頭一間嘅小學冇去人 touch 到啦，因為真細漢我就走啊嘛，冇讀一間啊。第二間嘅咧，因為去個中學本是上一間中學，然後到馬路本有嚟個去人 touch 啦。等讀 college 時嘅馬路本有去人 touch 咯，特別真少出來見面。中學我有兩間，第二間嘅中學咧。我是讀了兩年。小本兩間，中本兩間。好兩間，只要幫學堂可能。我中學兩間，特別第二間嘅嗬是 totally 新嘅，我唔捌伊人小學。意思講我是換了去間，我唔捌伊人兩年了嚇。特別伊人是偏偏催我去人大學喎。因教我真係好，兩年嘅感情了甲伊人。特別真正熟㗎。有人嚇。有人較愛有那款嘅 relationship 嘅seeker啦，是聽啥物事？博咸啲咧，博咸啲你朋友。我等我小學嘅時 ，I think 第二級嘅時教加大學個了有參過，因為我學堂咧嗬，頭一年嘅時。我是一個班，然後第二年嘅時啊，伊人過reshuffle 過隻先，過是第二級，然後過 reshuffle 過，你係是伊人無 reshuffle 了，搞加。所以我上 same class all the way through 佢哋 standard six。有過一擺個，所以二三是加了上班，然後五加六過一個班。特別係你二三是 onwards 搞加。大學啊，搞個當今個小參個，個了。因為我係學堂較外面啦，外面嘅人真係濟人去，大部嘅都是去檳榔督咯，檳榔督 school。然後嗰一個，然後查某嘅真係濟咧，滿是去成督。成咗督。情紅軍咧，係你 prefect 情紅軍。แล้ว所以教個當今有，當時咱去 university 下面個了，滿有成個有參到咯。個了成拍分嘅個了，真濟咧。什麼不拉真呢？什麼不拉真呢？有小學嘅時。有真係巧，一中學嘅本有，然後我個一個故事係講，這是好嘅故事嚟。
OK，等陣我到底嚟未了啫，到底嚟未了，我俾聽即係豆哥，你到即係你較濟 classmate 但你 still keep in touch 嘅是當今細漢小學還是中學較濟？我係小學。小學較濟哦。小學較濟，因為我係小學。有 good 有 WhatsApp good。哦，แล้ว即係前啲嗰時感覺到中學較濟嗬，較濟中學朋友當今個參嘅。我唔是講我 friend 不是有 keep in touch like 像我落去 KL 嘅時，我不會吹人。It's just that 馬路個會 continue like WhatsApp 會講話較識啊，較識嘅是中學 high school 嘅 friend 嚇。我哋較濟 more things in common 啊。對。我小學本有小學本就小誒，我小學嗰時，我是平讀嘅嘛，然後平讀打波就是去，較濟是打波是去中讀，然後查某就是去平讀，讀中學嘛，所以我有參，有一幫嘅時就冇得參，尤其是查某我去中學嘅時候，我冇咪參到人查某嘅同學誒，因為較濟人上加。somehow 你搬去中學嘅時候，你 unless 你有成個咩 uniform 嘅group 啊，你去像過民國嘅人時候，冇就只少啊，嗰陣時打波凳嘛，所以就較少去參啊。特別我人畢業過了 ，actually fairly recently within the last maybe 8 years 啊，8年入面，我人個在 reconnect 到對啊，我哋 WhatsApp 啊 WeChat 係咪一個就講話到啲識咗แล้ว start 做我嘅即係 reunion 咯。我小學 reunion 只刺激嘅，只小嘅 reunion， 我人佢請我人 encourage 人請學長衫啦，特別唔係講只學長衫，特別我是成經上個學長衫，所以我打包請白色嘅 shirt 咯，然後查某打包有請藍褲底嘅褲，然後查某個經驗個嘅衫咯，一係色啦，或者是紅白個藍咯，一個嘅請咯，然後我人。揸到一定學堂嘅巴士，然後載我人家了去到對去我嘅學堂，然後學堂開門後就去行我嘅孫我學堂咋，即是不如幾年整啊，冇講只幾年整啊。然後我人個請嘅我朋友去做我係你學堂嘅你請你填你在填你嘅 emblem 到底你嘅 pocket 位啊。一個我 number 啊，我去做我你在等人，我等有 number 嘛，是 prisoner 呢，是卡古，這卡古，我有 number 呀，8114，這是我 number。我古老可能。哈，對，我阿莫等嘅朋友就擺潮問講，誒，真係有 number 嘅，成個這卡古嘅，然後後嚟阿莫等是結咗啲鐵咧擺咧，就我人就填起有三數年啊，就坎開啊，你就冇寫啊解啊，一到就請啦13去等誒，落河時，所以我參到，你看到我參到，啷嘛就係講其實有啲小學朋友是因為邊啲學嘅，我今日就對呢個識嘅，啷在落地邊就看嘛是。我係小學同學咯，一個另外一個就出面阿大伯做乜事，我係小學同學本咯。所以我能七隻狗本事嗎？七隻狗本事我小學同學對。七隻狗本事嗎？對所以分咗我係同學㗎啦，有 join，maybe 有開始 join 到邊啲學嘅，我就較識佢咯。都 OK，但嘛，即所較識嘅I think 但嘛英國中講嘅是較識嘅應該是小學啦，不from 2 from 1中學啊，我有啲班冇半人了小學一天，中學3、4天。OK， 上個較濟。大學不如真哦。真 OK。我變咗大學較少，中學甲小學較濟咯，對我嚟講。老實講，大學我有真係朋友嘅，特別教了我朋友死了，因為教了我朋友教了老人嚇，教了老人。我比你感覺到較濟識嘅是小學較濟，是中學較濟，是大學有差咩？Because 我小學甲我中學嗬是像啊。上人嘅上你知啦，數到 N 哈，數到 N 你見到個 Form 5是上一個嚟嘛，嚇。咁樣人上一 batch 嘅啦，是唔是？然後你 after that 嗬，你有讀 Form 6啊，規班嘅人過去MB 讀嘛。上嘅啦。所
都像誒，會使講我係班呢一班 from 6吼，加了是往 CDK 跟啊 CQ 是 from 中讀了啫。哦。所以我人 monopoly，所以你教我講小學上我像嘅啦，對路是像啦，一路差唔多對人哦。當時我講嘅有一個 WhatsApp group 咯 ，connect 咯，特別啲冇咩識啦，冇講真正識。是安尼，嗨拜拜，Happy New Year 係面咧物件咯。冇 Because I think 是安尼，I think 我 because 我本未講嘅時候，你嘛是多美國呢？對，所在會哈。所在。我諗我是識，我是冇 physically 見，特別我見到是上個。少隻，真正少隻食。上個的冇你咁少冇 get 掉呢？都變成是只上個冇 get 掉。特別嚟講，只有實講我有心事啦，我會去教人講我冇一個朋友咯。我講心事嘅朋友。邊嚟學嘅？唔是講少少嚟，邊嚟學嘅講？個垃圾個錢淡薄嗬。其實咱是錢。講心事嘅人呢，唔是一般嘅人啊 ，because 我垃圾講我家己病了真濟，然後我唔知人會接受我安尼電話。是。我當人講係有地班小學中學，白島講東學時佢就講邊嚟學嘅，邊嚟學嘅是啷大學貴後嘅時就邊嚟學嘅嚟。postgraduate class。11陣但係你會講隻故事嚟講你故事。就是我小學甲中學時有朋友咯，就是白甲中學啊，白甲我同學。你小學白起了中學個上一識朋友啦。了中學個個上班4年就係干那1年無上班爾中學，了佢後畢業了，伊讀 engineering 咯，了我讀 arts 嘅，我讀藝術嘅。然後了我個會記係咩啊？伊真係我真係感動啦，就是我有一小朋友，就是中學白起了，有人甲了白白5級嘛，了伊人4級誒，伊人知我是 gay 嘅，了伊人真係 supportive of 我。伊人無講係咪？伊人真係 supportive 對對，伊真係 supportive。然後我會記有一道，我喺 KL 家己，因為我接落來做工是家己做嘅嘛，我無甲人拍工，我家己做了 KL， 我落 KL 嘅時就拍拖咯，拍拖了有一道分手，分甲真係激心嘛，真係到真係。然後我介好笑了，我自己中學朋友，你知啦，我人讀華嘅人，伊講，這個冚家鏟住嚟，你講我看嘢時候，我隨人去排。你個搞路搞路是唔是？感動呢你個想被保護路呢嚇？我梗係感動嘅，然後個一條伊教英。當今甲了教營了有驚嘛，然後一條教營了吼，伊驚甲了互我做客家。哦呀喲！我梗係嚟，我真感動。我 very lucky，我係朋友嘅圈子。即係有一隻朋友啦咯。真無講拄着講上加 homophobia 係咪了？我特別。嘅做直男嘅時候，我梗係嚟 lucky 有安尼朋友咯，還佫細漢到甲當時有安尼朋友。其實好，我同你講，我到底中學嘅時啦，我咪知我咪是淡薄，阿面我呢度淡薄咧，就冇興嘅嘛。然後我係中學，我同你講我係三星嘅朋友㗎啦，即係防暴起 ，because 我在中讀啦，即係就係John，sorry， 我電話冇電了，我先錄大聲。OK，嚇，感謝。然後我
我嘅朋友個了有咧參照嘅時候，因在我就女仔嘛，特別一個三星嘅啦嚇，你拍死嘅嗬。但係我成最上位嘛，你往 from 3貴啊 call 貴啊，先係講你成績好嚟講嚇，你就去頭前班，然後無好就排去往嘅你商科是叫做咩啊？理科跟商科上面是 commerce 啦 stream 嘅啦，แล้ว理科就是 science stream 嘅人咯，แล้ว佢哋 commerce 咧都是 art stream 嘅咧都較直時就係你未查出嚟，所以派件啊，係咪咁樣去搞明？then 我都派我是call 我是 do it from 你 science stream transfer 過去嘅art streams 嘅，所以我都拖佢啊，是為咗等乜去教時，因為嘅了我個慣嘛。我就參佢哋三星人借，因為三星人是個借阿妹嘛，所以我都冇法就去借個阿妹啦。特別我講係伊人真正 protect 我嘅，因成日講就少唱落，你個裝嚟裝個你亂嚟講話聽就有時會播，有咪就教講話啊。所以伊人做啲係朋友 actually 往 reunion 嘅時定就往去就是20年 reunion 係往 high school 20 reunion 時，都應該看到伊人過。本是成個老朋友嚟看咯，個好特別。one thing，嗰人就無想嘅，就是頂到嘅時感覺到嘅時候，頂到因為你成個無識啊，是玩笑啊，啥物嚇，你安尼一年後過啊，嚇變做成個即係物件個了無 meaning 去啊，就頂到你。一變咗我俾搞到講，你上課咧三間 gangster 咧，仲讀上課咧 gangster 啊，我講安怎？我是 MB 讀嘅嘛，所以仲領嘅三讀本是歸來 MBS 睇嘛，對唔對？話都對嚇。所以班我搞講嘛 ，monopolize 吧，嗰了是對 CDK， 跟啊 CQ 是。裝嘟，裝嘟嘅上課嘅啦嚇，所以4橋裏邊有5橋教我上我8%多學，然後呢 after 多學本是安尼咯 on WhatsApp hello 呢樣，所以有1橋哦，一次嘅時我本是真感動到咯，我 just 對 WhatsApp 講啊，我想要食一個小念一個。福建麵，邊個福建麵？伊搬，我唔知搬嚟，你是報個搬嚟吉蘭坡嘅，伊吉蘭下搬嚟吉蘭坡，伊掉地去買啫 ，MCO 掉地去，伊知伊講阿 B 啊，伊叫我阿 B 啊，我知就有咧徛家厝人煮之類啊。哦，我買啊，何路嚇？講唔通，我囡仔個了有袂好食安尼物件，可能我叫人想食了，我 MC 我唔敢出面去買嘛。我一隻伊去買，伊唔知幾多，伊買來啊，伊放個，伊講阿 B 啊，你厝倒落，係我嗰時講，伊未必買我啊，咩物件冇，伊買啊，放到我 letterbox 位，卡定冇叫我講家己去摕。有心嗬，有人真有心嘅嗬，真有心。因為冇講成日有人變做我等變做人嘅結構，成日講佢嫌疑人講唔知咩嗬 ，because 人哋好一句話，時都講誒，人哋好似係咪樹係咪薄敵啊？人個佢去笑啫。我嗱時變咗家己成日我夾搞，我家己是。係啦嚇，嗰時我夾搞咧，我唔家己教人練即係整啫。對。就是人家己拍攝，你感覺到你欠人啦，可能。對，哇！真係感動哦！這個阿咩，這個朋友是幾十年冇見面，你聽到講我想念這個福建麵，家己去買啊，寄來到我厝頭前。你人啊，我減啲。because 當今啊，你看 Facebook 啊，你真係看到你朋友嘅 feed 啊，講哎呀，伊人講下面啊，一撒嬌你會使做好事咯，你使 surprise 人，是，對本，成個講哎呦，講到下面物件了，需要你想去鬥下超人者上面，誒，我覺得講俾每啷一句人捌去過啷嘅。
high school reunion 較濟啦，特別我去成個 primary school reunion 有係係咪 reunion 咪講下你 experience 經驗？我阿涵啊，繼續是阿涵啊，阿涵嚇，講。我人讀 college uni 是 almost every year 我人做一個 primary school reunion。哦。了 the latest 是我擺桌咯。哦，老早咯。我擺桌迄時真啊濟 reunion，high school reunion、primary school reunion、intern group reunion 還沒有。了，特別咧有一擺吼，因為加了人出去外國讀冊啊 ，so happen 我人嘅 reunion 佇 June 啊，了去 UK 佇美國嘅人也未轉來過，了佇 Australia 嘅breaking news，報告新聞啫，後條已經扯了。後條已經扯了。OK 啦，咱就咱看到後條扯了時，咱看後條準備。你先冇開，你咪冇開。後條咪冇開。我是叫佢聲叫車呢度。你聽到我笑聲？你即將講講話，就講佢一邊物件啦，生意一出會。我B。哦比啊，一講話嘅時候，我直接忘掉伊講嘅物件。哦，我忘掉佢哋。哎呦，安怎你聲對啫嚇？講下，講佢一擺，忘掉係咪？我忘掉講。去買物件去學伊嘅是叫新加坡嚟嘅時候，是我嘅同學啊。你放嘅南邊讀到你伊嘅 story 來。你接去。所以你有聽掉啦，龍，你直接聽掉困。聽掉，我即係目睭未當我困嘅。sorry 啦，特啲見下即係阿玲，唔是直接講阿涵講一個事啫。我是俾報告就我看到一 check 啦，我就報告新聞啫。來阿涵。了頭一擺是有兩桌啊，20個人來了 ，in the end smaller，了有一年啊，我 organize 啊。4個人來呢，然後我冇啦，我講算了，我永遠不要走。交通叫我冇 organize 佢。時間有當時乜是隻線，就你做上上嚟講係，伊做一部人來是隻小了辣咧。了是 so happen 就加了人出去外國讀冊嘛，有差幾個人。locally 多馬來亞人咯。我是 from the 19頭有啲嘅點聲咯，嗬。所以今年我是51啦。但我係記我maybe 我40歲啊，40出歲時你講嘅 reunion 聽到哇，你驚口音呢？我驚你先，我驚冇個細漢破嘅了呢，你驚搞呢？And then recently it will be 你做阿媽？係啦，有人較早教應嘅，是唔是？特別有陣時reunion，I mean 都少年時嘅 reunion，佢都有會想咧，有 reunion 冇想，還是冇想對。你感覺安怎呢？你感覺到有會想咧 reunion？有會想 reunion， 看了我有咧 friends 哦，變做有咧變做business partners，家己變做 business partners， 有咧呢個呀，你人冇相款，阿龍，我聽阿龍就阿龍同人請啦嘛，俾聽阿龍講看，你但我講這是阿 boy 來，是唔是阿 boy 來 ？Eric 是阿 boy 嚇？對，我是Australia 阿 boy 嚇。
欢迎欢迎。我當然講到同學，所以我要問阿龍咧，阿龍你講你同學嘅朋友較濟是檳榔，不是檳榔不啦，較濟是中學、小學，還是大學，還是幼稚班嘅朋友較濟，你嘅當今較親嘅朋友。當然個actually 我那邊本有咗，我是真正有迄種嘅同學心嘅人嚟咗。所以我小學咧吼，6年級迄一班呐，迄一班6年級嘅咧是個當今，我有一個 WhatsApp 嘅 group 啊，規班裏邊有30幾個人啦，上是 almost 30幾個隔了有佇迄邊咗。哦哇！แล้ว我是大隻部講話嚟咗，6年級嘅一個，6年級一個班咧，我古早大年。貴正啦，當然出來做工啦，本好啦 ，Covid 之前啦，貴正嘅話咧，若是有對邊人嘅話咧，定掉出來嘅咗。嗱，佢會去拜年個先生拜年嘅，特別嗰時先生無啲嘢啦，冇嘢啦，所以有個先生拜年嘅咗。係咯，中學嘅咧嗬，變咗是甲班無關係嘅咗，中學嘅是貴年咗，因為我 WhatsApp group 有一個1997年中咧中途畢業嘅啊，貴年級300幾個人啊 ，almost 有。200幾，我300人，咁樣啲喺你 WhatsApp group 入邊咗，所以變咗是，我當今變咗是，佢啲 WhatsApp 裏邊嘅人，你 administrator 好聊咯，嚇，一吹出來個料就好聊，唔知吹個幾人呢？200幾，貴叫360個人啦，為幾200幾個人，咁樣啲裏邊咗，所以我叫佢出名嘅同學啦 ，almost 我咁樣啲 WhatsApp 裏邊係吹到樣嘅。6年級嘅是嗰個苦個，中學咧嗬是貴級本真就苦，特別咧嗬本有10，嗱種我係同學，或者講40人裏邊啊，上個是個有10個嘅是往無聯絡掉嘅，去年30個是有聯絡嘅咗。阿龍啊，做乜啲看到嗬？你啊，那是用你嘅麥已經是有冚掉一個龍啊嘛，แล้ว你應該是免用你係你。頭整嘅 popular 乜嘢啊？係咩？嚇，好咩？你講我而家看到呢邊，特別你望扎到呢邊咧，你實個去後尾，你咪偷嘢啦，實壓一後尾就嘢啦，壓一下，得個當見我而家看到嚇，看到你較濟，你咪扎咗嚟濟，你講下講個出聲，看個濟，我邊佢出聲，聲個較明。parents 啊，唔係講咱家己嘅同學啦，我有聽人嘅。我朋友啦，嗬，樣啊，到底要送樣嘅囝去讀名校，嗬 ，international school first year，啊咩呢 ，because 啊，樣伊愛嘅囡仔，嗬，有 form the friendship with who and who 啊，做白道嘅時啊，做生意啊，做工啊 ，benefit networking，你 feel that 我變成小會啊啦，即係小會啊，特別你上濟咯。我了嘢 ，that means is emphasize on 冇上嘅物件，你是變做成啊。但係咱甲咱朋友安尼親啊，你垃圾安尼丟你，我垃圾一個丟你無丟咯，伊路好 pressure to on the children 嘛。就是啊，即人當人亞洲人嘅，唔講亞洲人，即爸母人本是，伊人拍算愛學如好物件，有當時是伊人 from 伊人嘅 perspective 嚟實學人啦。I mean 用講時是有道理。特別啊，囡仔去學堂甲別個囡仔是真正要緊，互人嘅 society， 因為sociologist 人 study 囡仔嘅啊，囡仔 homeschool 嘅囡仔，家己伊甲伊嘅小弟，還是伊嘅姊，還是伊嘅哥，互伊嘅媽，還是伊嘅爹，教伊爾，教甲 let's say，譬如講大學嘅點聲是，點聲，伊人出去 society 時看伊人較袂啱甲別人。特別 social skills social skills 無，特別你若是細漢去參甲別個囡仔，你就知咯，幼稚班甲小學，甲了你會甲了囡仔是甲了伊個 background 甲了另外。好啊，歹啊，下面無相嘅冇參。歹囡仔，
you know butch 嘅囡仔，書本啊，係詩啊，怪啊，加了你就要參，加了你就要 get on。你較大漢嘅時，你較會啱個 society，你較袂干呢接觸，你較會 cooperate 做工甲別人，較好勢。是對啊，你嘅囡仔，你囡仔 at a certain age，你若是伊人若是無參甲別人囡仔，是真正無好啊，時候。嗱特別你若啥掉，你去 reunion 啊，你若啥掉，你囡仔嗬，你頂到啊，你派師啊，做嘅啊，仲係派師係後尾班啊，伊成功啊，伊本是啥？伊是做一個本是 add value very valuable contributing society member of the society. But teacher sometimes 啊 ，teacher 啊個定死你囡仔啊，不要讀冊就是我不要讀冊啊，迄半啊咪拼晒嘅。你感覺到安尼 case 真濟哦。我本是想做，我是小學6年級嘅甲我中學嘅學生，中學嘅同學裏邊咧，有影是古幫先生直至到暗地啲咩，然後啲班裏面做亂，即啲後尾夾尾一排，然後無愛讀冊，伊嘅成績固然真差啊。Actually ยังกูก็成功咯，你感覺到？我嗱曬樣 maybe 是 learning disability 嚟講見我睇，所以樣唔是講買就唔使個派師，樣 maybe 有 maybe 嗰時有 learning disability，特別先生冇辦法去幫助樣，所以變因為是你做咩？你叫我借啊，變5點鐘做咩物件？好啦，我嘅朋友咧唔是 learning disability 嘅，因為有影是真係派師真係教急小啦，係啦，真教住小啦，有影是派師派 sometimes learning disability 嚇，誒做路人嘅關係咋 ，because 頭時候因為是一隻 board 嚇，嚇，阿是一 subject， 阿是有當時樣 already。較高過，伊 already pass 樣嘅 level 咧，變做樣成隻線嘅咋，所以就變做小啫。唔得對啦，特別 anyway，你講你當我樣是成功嘅，我是感覺到，唔是講派師就卡成功，是派師是教你怪人成功多，所是上嘅，是變做咱讀冊嘅時候，先生是被迷路講你派囝係咪？我本來一個後尾班往reunion 嘅時對其實，有幾年嘅後尾班咪真正成功你咪咱講成功是看做成理係成功啦，特別個白裝扮學係成功，所以伊嘅你看伊歡喜無歡喜咯，伊嘅生活好無好咯 ，then 無講隔了教讀冊人嘅生活都是成功嘅咯，我感覺到。是講做成理成功嘅咧。你看頂到嘅是女仔，你叫伊走攞步本搖來搖去啊！40 years old， 哇，變做 marathon runner， 哇！呢個到尾人會變呢，人嘅 interest 會變呢。我有感覺到去 high school reunion， OK，so 我要聽有個人講是講去 high school reunion 真係呢 ，because 你應該因為有個人嘅。到底學堂嘅 experience 已經是無好咧，因為伊實可能bully啊，什麼是歹囝啊，做蝦米物件。But somehow 啦，我感覺到有可能是你家己嘅看法本咯。我聽到嘅時候，就我是本時就可能bully 嘅，你知，而家女仔就冇興啊，就冇學啲人甚聲講面。特別嗬。所以有個人本是 still 買對去，其實我參冇嚟比，有人 still 買對去，比如講我做咩事我要對去 face 一人，我就冇事教一人，人特別無理我。但係我本身啦，別人啦別講，because 嗰個人 move on process 冇成。我係變做，我感覺到就是講，嗰啲人係變做成啊 wash 起啊易過啦就，頂到時做啲等時個就人教讀冊啊，就人教小刀走啦，係咪？當今啊變做我家己食，我擼嘅食，我甲我食，我是冇關係嘅。所以變做我就有興趣嘅，伊人我看追，當佢哋做係咪，伊人嘅食我是係咪，我變做就有興趣去咯。我冇感覺就講成個起行咧，有咧啥無理路嘅人啊，上面你看我冇感覺就係咯。路人咧，路人捌對佢 reunion 有 experience 佢路人嘅心情嘅，還是別人嘅心情，講俾佢看到對樣頂到同學嘅時候，係咪無相嘅心情？但我感覺就係要買去 stress。冇啊，我
嚇阿龍，我係理由是真無相嘅，我係理由是人有關係。我係理由是應該樣唔係講學嘅話咧，我唔記。哎呦，你對我當嘅是，我是鄧人學嘛，所以我鄧人學嘅話，我是真係自然嘅，我唔別怪人嘅，我就自然特人拄到就是講華語嘅咗。嚇，我應該 after that 我 develop 一種嘅迄個想法，就是講，哎呀。我被推實學嘅話，你會人咋，所以因達人本在我做嘅物件啦，因在我啲 Facebook 方面活動啦，因在我 join podcast，因在我期待講方面物件啦，出車啊面物件，就係咁樣咗，因借啲白白教我，有時半夜教我 discuss，不如講起這類物件嘅咧就，特別因有時候物件因做未到，就是因教我講話嗰陣時啦，因唔係講嘅話就，แล้ว因有陣時坐人見下起咧嚇，我看到佢哋見下咧嚇，我自己我未怪人，因為咱大漢嘅規定是安尼款嘛，你未怪人嘛，因不是學等死鬧嘅嘛。แล้ว我看到咧嗬，我未做半行嘛，我又唔是人老白喎，對唔對？แล้ว我未做半行啦，我一行都未起行嘅，見啊，即係變咗直落嚟嚇，我冇咩愛家見啊講話嘢就，我係將起就咁樣，所以我變咗是。係咯，我就係嗰個嘅 therapy session 㗎啦。我誒，不是好講嘅 actually 這是講 honest discussion 啊。有當時我出現啦，你有驚咧，你驚怎？成個半死咯，咁樣出嚟。看你依個 activity 啦，看你到落尾本啦。哎呦！係咯，我本地就冇愛去 reunion 啦。你若是講我聽伊人傳伊人驚啊，我肯定會聽你講。你講下阿龍講。แล้วแก會發生個講述啊，講述嘅，我希望你冇聽下這節目啊，發生講述，真少數呢就，แล้ว我就哦 shit，我冇咩愛去嘅就是迄個數是好嘅我冇關係就，我咪去咯，係咯，我咪是講話是家己逼家己講個字學嘅話三參啦，就是啦，因為你別怪人嘅嘛，所以係咯，我知道嗰啲嗬。幾年前啊，就幾年前啊，伊出伊驚嘢咗，係咯，伊驚被實施嗰種被班照嚇，應該就你關住嚟地班照咗，係咯，我諗我心裏面想啦，嗬，咱古早啦 used to 啦，因為我古早到中國長沙嘛，所以迄個點先中國是較差淡薄啦 ，OK， 一個2000幾年咁先。那我對那時我叫我講起過他的書文呢，啊，你講呀，應該落後呢啊，怎麼會這樣子的？一個理咯，安尼款講話咗，那當今我自己當學。啲位面正做掉，人之正酸人嘅點時做講嘅物件，唔係才見下佢袋叻咧。呢個就是奇怪，嗰呢袋咧又唔是講會，做乜事？依啲紅皮依啲往 book 住條 room 咪就半腰咗。有，嗰啲嘅啲嚇，嗰啲嘅啲棍上啊，古靈棍啊，你肯定曬隻棍啊，依啲又已經喺啲房間裏邊係是四幫酒咗。誒，特別咱未講咧，有可能已經有淡薄。成個未去在境嘅上面，啊是伊今日看到鬼嘅上面到啲在境嘅，所以我就是拄着迄個 case 啊，我就係驚你講我 ，OK， 兩人 already 接起，安尼講啲世界啊，我需要離開呢個世界。應該一年幾我都冇去啊。應該點？你頭先講你冇咩事㗎？係 reunion 啊？你點嘅？我冇咩事㗎 reunion 咧，因為。你冇人識，你冇識嘅人。嚇，我較親嘅朋友是人有真正濟物件 in common 嘅，所以到甲他那人有真正濟物件，講有真正濟關係嘅意思。特別即個是兩三間嘅人嘅，你較細 group，你較是較細 group，較識嘅幾間啦。特別較濟人嗰邊，你都冇咩識，你都冇拄到伊人了，你唔知。我係 curious 喎，我未知喎。你都冇蝦米 in common with them，你別講蝦米鬼話。我唔是俾國際行，我呢，我唔知個路人啦，特別撇啲入面我自己嘅版本啊，有真正濟間我冇識解啊。我頂到都冇時間了。我冇介意人識啊，
小咩小拍是係咪啦？特別冇啱就對啦，冇啱。哎呀，我冇時間咯，我冇時間咯，我冇時間咯，我真係正啊，我冇時間。你拍死啦，你拍死！看啊，伊人若是要做 reunion 啊，我家己想啲我係鬧，你都買起啊？哈咧，點解我都冇時間咯了？過40年啦，我冇掉啲時間咯啊！安怎會啊？所以後面是我要行嘅咧借類。哦，嗰條聊累聊點先？佢講話㗎，你講係咪？對啦，有人時你是你有時冇，你就冇試買起，做咩事你逼你家己起對唔對？有人時人哋款啊。呀啦，所以了，你咁樣較參觀啊，揀食嘅就係。嗰時食較 selfish 嘅物件啦，所以你能夠就係我都冇教人嘅。Hawaii why life 呢是教人有囡仔有 grandchildren 有孫有下面是唔是我嘅 priority 嚟？特別我俾去參加別人啊。有 and 款嘅 priority 呢，我做結果無蝦米啱。你冇話地講啦，是上個。伊人俾講，哦，你後生歸去了，你後生去大學了是無？你後生他。你閒啊是啊？你教我教應啊唔係，你教我教應最，你教我教應我如果嗱話好命，蝦米。所以你就是想咩 entertain 人嚟看，都閒。你看你面。對。幫人啲你講咩？幫人啲。冇啦，依啱啊，依topic 冇上。後條依 channel 冇上。特別嗰隻行 ，sorry，嗰邊咗，嗰隻行呢？那是我去啊，是有這個理由呢。我俾咩？誒，你會扮咗看啊？是啊，我睇到你會扮咗看啊？你有興趣是吧？我興趣 DJ 咯。有陣時話 DJ， 對，係先使教了貴線啊嘛。哦，係。嗰個冇上，那個 honey 點上冇那個即叫 honey 咩？阿漢，好似冇上嘛，所以阿漢人個人個睇先生咪。咱冇上啊。有啊，頂住我教我先生。我個 DJ 個，我 DJ 嚟講，我 DJ 有去哦，我有興趣去。我有教我先生講。我頂住是話對我先生頂住名字就話 3 years ago maybe when 我對佢我未記幾年啊，我嘅 20th anniversary 是high school， แล้ว我先生我頭一道佢講伊學堂嘅是花名叫做咩？因為我真係齋嘅料嘅，就是嘅事話講唔晒喎，我講。OK， 讀啦，面對面。我講，老師，你知你花名是叫做咩？伊講嚇唔知，我講到聽嚇，แล้ว時我講其實我是懷疑佢知啦，是講伊歹勢講嘅，แล้ว我講佢聽咯。我自己講到話名都好啦，我了解了報紙啲講，我古仔有發生一個 case，當啲我等我睇起來點樣？然後我後來我講我唔知是唔是一種建議，我感覺，咁就係說我啲班裏面嘛講話，我嚟就是我特別所謂。班課咗，所以佢哋就亂咗噼里啪啦㗎啦。你講特別數回來了，我講就人當我揾講啦。然後有一個先生咧，伊是個馬來語嘅，錄應該八本嘅，等我撞到啲嘛。一行過咗，一名喺學生就，一講嘅學生就嚇，面嘟嘟，然後一講嘅學生就，你講嚇。咁我就是講特別數嘅出來，因講嘅就，係咯特別數嘅你先生咧，我一時間把嚟考啦，呢啲幾百件佢就，係咯，一名啊嗬，係咯佢班店咪咯，冇事啊咯，係咯你先生就講特別數嚟咧，一邊頭幾計講咗，講下樣啊，係嘛，有多事啊，叫你特別數就，換啲事，係咯換啲事，做一個家務面啦。我往時裏面時候咧講，自敗咧，往到冇講是伊啊，咗你講是伊嘅。是唔是？呢個嘅詩裏面時候，我以前特別數咯，是唔是？係咧，佢掉啲面整講出嚟咧。佢做冇變過，佢冇變咧。呢個時事咧，換咗時。你講嘅黏嘟嘟是唔是食嘅？係時間下掉咯。哦，加 history 掉黏嘟嘟。阿龍。我感覺安尼講，阿網伊人嘅先生嗰陣時叫伊特別數，好過嚟咯。哎喲，我講特別數嚟，特別數嚟咧，我講就啱一句話呢，就一邊個伊紅一行鬼，攞出來，
做是唔是攞？咁我講叫特別數，是唔是攞？我都基本掂嘅哦。特別數啲人會驚佢，一邊頭一個特別數講嘅啫。讓一班裏邊嘅人啊，我只係大聲就叫到特別數啫。他哋話俾到啲嘅 clubhouse 上面人講話是有兩人起來啊嘛，佢先啊個，我別記啊，蕭劍虎加白青兩人起來啊。然後我會講嘅是，我係先，我冇講兩條，我先生畫面叫做咩？我先生畫面叫做閃機。就我講嘅聽，mathematics 對，依同已故啲喎。頂住我 reunion 小咪是去啦嘛，講你仔你名做閃機哦，你畫面。actually 以前就好嘅，以前就好嘅。伊只水，唔是以前就水，伊只水，特別make up 了，裝水水，伊特特隻嘅衫嚇，伊穿嘅衫特特隻唔係 repeat 嘅，伊有啲 repeat 嘅衫是伊大不多衫嘅。我係記得不到衫是唔 repeat 呢。我記用有一隻有線仔就有線仔，特別伊邊伊唔是講水㗎，或者少年嘅種水，伊是種流伊嘅水嗰種。我人嘅屎鬼少年個，流伊嘅水嚇，伊流伊。啲教我人屎嘛是把錄個30歲呢，30幾歲呢。我記中學是人嘅教 English 嘅先生是一個阿摩人嚟啊。特別阿摩人啊，伊是出是點解是啊？伊個爹是 planter 嚟，伊rubber planter 嚟。所以伊細漢大去馬來西亞，特別因為伊個爸母是阿摩人呢，伊個阿摩伊講阿摩話是有阿摩腔，特別伊曉講河南話，伊曉講廣東話。伊廣東話無腔就，你若是無看伊啊，你會夾只。你講伊歹話，伊啲講，伊若是你唔知講係阿毛，你唔知是阿毛，伊講上隻長人嘅咧，了伊個我知伊個 nephew 孫啊，孫啊，伊孫是去我班嘅，伊個 nephew 本上啦，阿毛人白回嘅了，特別出事點解是啊？上班嘅啊，上班嘅話，了本事想做一個想。即係 clubhouse 上面嘅人咧，白青加蕭劍虎我咪講咪嘅浪當學咪。咪講我係前世本是我人食 form 4 form 5啦，但人係頂 form 4 form 5是地牌嘅。愛牌嚟講係是地牌嘅，啥你感覺了大概是4年，個本是學我人嘅啲班裏面嘅先生，一個畫面我叫伊問機嘅卡吹啊。老狗卡吹。應該老狗卡吹，應該伊個頭毛嗬，你家真係紅上老狗嘅卡吹啊。แล้ว伊應該他們說我人咧無暑假，伊咧 that time 咧應該伊特別教我一個 best friend 啦，因為 until now 本是 best friend 啦，真係5 years 嘅喎。我唔知講他們說會有安尼先生，especially 若是大安尼科班殺安尼學堂啦吼，但人個啦應該是像嘅嘛，對。會看 that time 啊，伊個是係一種會看你爸母是較有鐳哦，還是你爸母是較無鐳？我朋友嘅爸母樣是開摩托店嘅，阮不是大鳥擺學堂啊，但都是行路來學堂啦，係咪安尼？然後一道嘅是伊accuse 叫係咪賴晚安嘅，晚安我嘅朋友。做test 是 exam 是頭看，講頭看。然後我朋友咪就不是快加啦，安尼係咪嘅 question 都對先生講，怎你講我頭看咧？你講你到頭嘅冊來看，你講係你到頂我人古早考冊是到頂是係到後邊嘅嘛，所以你未頭你係你到後邊你未頭係咪嘛？個無冊啊！伊講你伸手出去個口到夾係你到你白我人白啦，考冊時間啦是特別係個口嘅。你講你伸手去個口夾冊，แล้ว我朋友講我邊啊是地邊做你講我伸手去個口夾冊咧，唔知總之伊唔知係咪屬於伊特別
甲無暑假我係一個 friend 咯，所以就on 正教on 我係一個 friend 嘅，然後到尾有 complain 甲去甲 counselling teacher 咯安尼咯，然後無 because of 無 proof 哦，所以我未做半項，啊尾我因為我朋友考下一個 paper 吼，是 Kemahiran Hidup 嘅 paper 是伊第 of all 安尼隻 subject 伊是第9因下一個 subject 嘅嚇第暑假。伊會考伊分數是90分，是算講真正蝦米啊？伊可以 disqualify 喺一個 paper 去喎。哦。所以嘛無共運咯，所以無辦特別蝦米㗎係嚟咯。但係而家 high school 嘅點先啊？係嚟 memory 啊，是而家是真正 good，whether good or bad 咧係嚟啊嗬。而家是讀啊，因為 until today 啊，是第好嘅 memory 啊。但是阿咪困嘅時啊，會幫到點講啊，想到。古早佢去考察啊，資料喺你班裏邊啦，安尼。我有當時小下搞個動機嘛，我係幫到講我去學堂一邊幾個七包嘅。我哋幫到哦，將之俾考察啊，未讀了個。stress。我開始想到我到 assembly hall 嘅位資料係考 SBM。係考察 SBM。stress。小劍湖咧，小劍湖裏面我講啊。我頭先亂講 about reunion 時，對，講有淡薄上對是講，我係學堂嘅 reunion 是成日是無蝦米會成功嘅，因為我諗半派嘅喎，了較早嘅時較早嘅時是講達年本有 organize reunion 嘅，特別嗬成個 group A 嘅人 organize 嗬 group B 嘅人都唔去嘅喎。แล้ว group B 嘅人 organize 好 group A 人都ไม่ขี่嘅就อันนี้喎แล้วว่า是講到我น้องเป็นผู้參咯แล้วจะขังข้อเงยรู้ไอ้ขี่嘅人都講รู้ไม่ขี่參與แล้วรู้ไอ้ขี่รู้ไม่ขี่嘅人都講冇 support 哇my friend รู้啊哎呦我講聽本事我唔知啦even though 我ขี่咧我是講because maybe 有可能我看我正 open 嘅事啦，我了尤其嗰時我過嚟安尼會啊，我感覺即我 already separated 安尼幾年20年安尼久啊嗬，我感覺到即係前面嘅我都未記做咩事，我冇暑假以後嘅人啊，我冇暑假特別我未記咩事啊，了我咪時常個講較 open 特別我有真濟到底我係 circle 嘅人，有一個朋友一定到當我是冇暑假嘅朋友啊，買起嘅了嘅。我明白啦，我唔是講逼人，其實我有計我講，你做咩事為咗一個人嗬，可能 miss 掉個了會反去做這個，伊個唔是講伊無事個個人，伊為咗一個人，我要去上一個島，了伊唔係去啊。哎呦，免猜啊叫啊，做咩事嚟安尼扛好咧？是講未咯，但是你知啦，咱唔知講伊人嘅玩樣嘅小事就潛河，咱未講去講人本啦。特別我是感覺到只拍生，我講你過時候過啦，咱個了人聽見咧，這朋友哈，了。安尼這了過笑了咩？你咪嘅？就是咯，就是。because 啊，我講啊，即是我係一班嘅人啦，嗬。Because after 40年after 30幾年啦 then you realize that 都在種樹樣玩咧 on because maybe the first love 一挑起我 first love 安尼物件我就講40年後本是想講未了個哎呦都未是講喺教因啦because first love 嘛 puppy love 嘛係頭一個 love 嘛我挑起actually 你用 logical thinking 啊 maybe 講本未成啦特別未咯你一般未開咯對唔對汪放過嚟邊即係名個了真好笑嘅咋話名個了第一年級嘅 teacher 名Mr. Bomba 因為伊唔知係咩伊嘅名是聽名是昂唔知咩巴啦所以我人叫伊 Bomba 了伊是嗰隻teacher 名，我人叫伊爸爸呀迄，因為伊個名愛夾，阮是 start with B 嘅，然後伊人叫伊爸爸呀迄，因為伊頭阮是真正長正圓嘅呢，所以伊人叫伊爸爸呀迄，啊木骨頭。然後個生好咯，我係一個老師吼，叫人家覺得
我嘛是有 Ninja Turtle 啊，先生。特別是叫 Ninja Turtle。唔知啊，點樣叫嘅？我知，我先生變成 Turtle 變嘅，變成 Turtle 咧，個夾身軀伊係是叫老師咧，伊成個 Ninja Turtle 嘅卡有卡咧叫老。John，你準備 breaking news 嘅嚴格啦。對住喂，再記住。等陣，我講話先啦嚇。等陣，你就仔啊。我 prepare music 等陣。你 prepare 好事啦，等陣就仔啦。OK。嚇？了？但是特別你 link has closed 做咩事咧？你 link 係咩啊？係咪 link？ Google Meet。What？我是唔是哪裡冇上嘅 link？是咩？等陣我看。我嘅 link 是 ISN 嘅。我嘅咧 ISN 嚇。Link has closed cannot be 咧。OK，唔記，我記得。OK， 我講成講隻物件啊，哇，係你 breaking news 出現，我成講隻物件，係你人哋就咪講，你幾十年 first love 嘅 ，actually 有嘢你可以用咗呢，我係小學嘅，是要用聽嗰種，有一對 couple，係咯，攞嚟咧後來是拍拖幾多年了，分開去，當今本是兩邊分開，交因成件真係歡喜了誒。特別嗬 A 有出現嘅點時咧 ，B 就買嚟嘅。哦，但你本時你講就講要去啊，要去啊，你講你講啊，你講比較冇方便啊，因為有可能是唔知發生佢有咩事啦，就是冇愛上自己出現出嚟就對。有人食玩笑對，有什麼小劍？不是小劍虎，你安怎啊？你有成日講，你攞屏幕去啦，你成日無 click 啊，特別攞屏幕去啊，你感覺到一樣時候一邊講無，下邊另外一邊人無好，唔解是講完全無上 topic 啫啫。一樣是我 feel 到是袂爽咯，了，甲人做甲人嘅時候，有啲other side 嘅。本時有攤到物件講咯，講哎呦，你話做甲安尼款下後邊，安尼款物件，哎呦，有來啊 ，jealousy 哦 jealousy，來啊，我嘅 special news，special news 我都要去 RTM 去看。阿莫婆來哇！歡迎，真久無見。看 YouTube， 我被看 YouTube。哦，你看未到你 YouTube 嘅。我看 YouTube。歡迎。看了。歡迎，真久無見了。真久無看到你人了。對啊。我你怎麼梅話有時候講嚟講 B， 我穿婚紗。我講嘢都就話解咯，計衰呢。我講無辜咧，一行 message 我嗰陣，我情商好事啊。未怪，叫 breaking news 唔 bad 啫。歡迎，真久無對來啊！我未記叫咩啊？是叫阿花，是咩啊？叮當嚟邊咧學嘅時，咱叫做阿毛嘅唔知。阿毛波，阿毛阿花，唔嚟使啦。歡迎。以後叫我冇差咗，以後叫我估煎薄魚就。係啦。冇煎薄啦，冇好了，我真久無通講啊。我真久無通講。特別我聽到有人話個會曉聽啦。你使嚟 Clubhouse 啊？講是卡。講落字打落 Clubhouse 啊。我嘅物件啦，我嘅電腦啊，我嘅手我嘅 handphone 啊，加了老買嘅，所以我哋買新嘅。對，咩？老買未 download Clubhouse 啊？iOS 上是唔知有可能啊，你都未啊咯。哦，係13 and up。特別依是 Android 啦。哦 ，OK，不要緊。我聽到人講但係我本有等。有 Android version。你講咩？到嘅？我用係咩 Android version？哦，用係咩 Android version？有啊嚇，唔知啦。version。我面滾嘢可以計過啦，你計記。啊，我會記啦。嚇。定到播 Android version。當佢有了。啊，
我記得。耶！我講叫我只留咗啊，只要見阿龍後頂係假如，人哋我能真正留住啊，我特節冇開房嘅。好，嗱我特節哦。依個就話係 Facebook 嘅 post 嘛，你拜過嘅國際辦係講，誒我特別嚟參加啦。哎呦，我係 New Zealand 嘅代表。是。我想，你講？我冇講啊。我想俾你一個 hands free 迄個 earpiece 啊，然後我會使去倒落都本會聽到遐福建話。對。哇！真係等我嘅故事你講咩？嚇，你有等我嘅故事要甲我講。我就是聽阿種個你講到迄個三星嘅，三星拍星嘅故事啦。我有當本有啦，譬如我嘛是當然啦，我嘛是查無款嘅。對。迄個我讀冊嘅時啦，那下面數迄個三星嘅人，伊人真正數甲我啦，這是因為我會畫啦嚇。畫嚇。伊個三星New Zealand 嘅三星伊個安怎講啊？伊是毋是講飄，伊是河頭哈，河頭伊個the emblem 嘛，gang 嘅 emblem 真正濟啦。所以伊人有一個票是bulldog 啊，bulldog 嘅嚇。那我真正會教話bulldog 啊，所以伊人教了是講來，加入話bulldog 啊，然後 bulldog 大，伊是叫大麻哈，大麻會響，大麻的marijuana 哈。所以伊人來攏是來找我啦，叫你畫係啊，做 logo 係啦。了後就無甲迄個較就是巴黎人真正驚嘅學生啊，真正暑假我所以無人來衝，無人敢來加入。我本是想咧打三星嘅了，係樣只 protective 嘅啊，就講你講住不了。我kampungs本是想啦，就是我kampungs較出來嘅人較濟了後就變做三星啦，所以伊人白我大我真正細漢嘅時啊，較無問題啦。趣味，了 ，OK， 當然咱個1點鐘40分了，要收單了啊！特別講話，特別咱個即話題個，另外即話題大嘅，介了人會使講嘅即話題叫做食唔是 junk food 嚇，另外即話題。了，當今攞嚟使留掉相之類，但是你當今到啲 Google Meet 裏面，你使留掉到啲 Google Meet 嘅位，了那時你是到啲 Clubhouse，你使 stay 到啲 Clubhouse 位，了確定咱。講了這個大琴咧，是我個開一新嘅話題。感謝這禮拜嘉賓真歡喜，個到哇老鳥都對來，我哋嘅阿毛阿花，個有阿紅險阿龍個困車起來啫，然後個有安尼一啦，個來這個真地龜啦、豆嘅啦、阿龍啦、阿 boy 啦、B 啦，個有 Clubhouse 下邊個有小劍湖啊，白青南西嘅半劍店，感謝，下個禮拜咱過來確過來再見佢，拜拜。拜拜。到底 YouTube 嗰邊嘅人咧，頂住禮拜冇看 episode 咧，到這邊會到邊嘅啦，到這咪講到邊這邊嘅，我係到邊是攞嘅這邊 ，anyway 到邊這邊嘅頂住禮拜冇看咧，這邊是subscribe 定看定聽了有現條錄音嘅時候，你對一對通知你，那時你定係接正現條錄音是對通知你啦，一啲被 T-shirt 到這，人被anyway OK bye，我分咗琴啊。我哋話佢，等陣。